殿下，他的病怎么样了？太子妃此番病得不轻，得休养几日。殿下，您真打算不让上药局给太子妃看病了？瑟瑟被禁了足，我如果再不做出恼怒的样子，只怕是难以安他的心啊。那太子妃这病也不能这么拖着呀。我知道，可是东宫里的物品都是存了档的，所以还得麻烦你从家里拿一些好的药材出来。哎，对了，他身边那个永娘是太奶奶的人，信得过。你暗地里让她行个方便，哎，别让人知道。哎，正好，你趁这个机会去好好查一下，在这东宫里到底有多少高相和皇后的眼线。是。好好照顾太子妃。多谢裴将军相助，若不是裴将军帮助的话，婢子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行了，快去给太子妃煎药吧。是。太子的意思是，高相想让他做一个无心朝政、只知儿女情长的太子，如此才好把控朝局。现在东宫里面都是高相的眼线，太子正好想借此机会韬光养晦，暗地布局。请转告太子，我早已让健儿召集上京周围所有的潜龙氏入京，高府、叶府也都安插了些人。东宫宿卫我也都已经换成了我的人，只是为防高相生疑，有些内侍与侍女不便全部清除。是要留着些，清了太干净了，反而容易露出马脚。啊，对，太子三师当中那个房世清是不是高相的人呢？太子知晓此事，太子正好还要用房世清来演出戏。对了，柴先生，太子说他现在住在东宫，不方便出门，让我替他转达，告诉你一定要好好保重。对了，裴将军，你还是要多留心着点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太子现在对九公主的态度似有不同。太子刚刚站稳脚跟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你多照看着点儿，有什么异动，随时和我联络。柴先生，请放心。阿杜，快扶太子妃起来。手帕。太子妃，这药可是永娘好不容易找来的，可要全部喝净啊！太子妃，吃一口吧。来，我喂你。我不想吃。药补不如食补，我们就吃一口啊，就吃一口，我喂你啊。我累了，你也快回去睡吧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自然是来喂一喂你这个小吃货了。羊排？来，你不是说生病的人不能吃羊排吗？只肯给我拿肉羹来。肉羹你已经吃的有些时日了，我看你病好的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有力气。我想喝葡萄酿。我就知道，给你带了。那我还想吃打了霜的葡萄冻呢。过些时日，我让人给你捎过来。顾见你说，我写给阿爹的信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我？什么时候才能来看我？这到西周来回得3个月，再等等吧。可是我想家，想阿爹阿娘，想西周了。谁？表哥？没人发现你吧？找我什么事？殿下和太子妃大婚之时，西周使团是不是上贡了一些贡品？是。可否挑几件送给小风？就说他西周娘家寄的。还有这封信，就说是他父王写给他的。为什么？他到现在都不知道，自己的娘亲已经死了，还一封一封的给家里写信。他一个人在宫中，没人照顾。如今她是你的妻子，唯一能信任的就只有你了。对她好一点。你对他倒是很关心。这几件东西一并拿去交给太子妃，就说是收到了西周国王的回信和礼物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你要记住，我从未给过太子妃任何东西，此事不能让第3人知道。婢子明白，这是太子。你知道就好。太子妃，太子妃，西周来信了。阿爹说，西周一切都好，叫我不要担心。他说他很想我，可是因为最近政务繁忙，他不能来看我。但是这封信已经可以解我的思乡之苦了。
老臣太子太师屈伦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太子少师李世清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太子少傅房世清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太子家令陆庸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少詹事周毅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左右卫帅裴照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左右卿道律刘山拜见太子殿下。臣吕奔中郎将马延拜见太子殿下。诸位臣工都快起吧。谢太子殿下。殿下，今日我等与殿下议政的题目是“盐铁之议”。目前，我朝盐与铁器为官营，且拿铁器来说，包给官府指定的铁器房只注重产量，质量差，价格高，生产的农具多数大而不实用。还有盐，一些地方官并不按照朝廷的办法行事，产生了很多的流弊，并导致民风的败化。臣认为，应当体谅民间之疾苦，开放制铁和制盐。听说太子近日神思倦乏，总是提不起精神来。我特意让荣双炖了这碗气血双补汤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多谢母后关心。母后，您岂知这东宫事务繁多，这半个月以来，我连一个好觉都没睡过。尤其是那个李世清，成日里唠叨个不停，动辄小以大义，真是不胜其烦。太子三师可是陛下和高相从李朝的万千才子当中选拔出来的，那论眼界和学识都是出类拔萃的，你应该虚心的向他们请教。现如今太子不同以往，凡事都得拿出当太子的气度来。这朝中政务时有不懂的，就应该跟高相多商量。我知道了。房少傅在东宫中可受太子器重。说到这个，倒是沾了李少师的光。太子自被李少师劝谏过几回，便不大爱搭理他，凡事倒是愿和我商一些。前两天啊，索性将李少师气得称病回家休养了。如今啊，每逢科考，太子便缠着我，给他蒙题，而且啊，还逐字逐句，一字不漏地给背了下来。圣上圣心独裁，蒙题本就是极难的事。下官并非妄言，亦或近日可是凑巧了些，竟然回回中了。太子也因此受了圣上不少的赏赐，心情也自然好了许多。我说呢，太子这段时间回回科考都是洋洋洒洒、慷慨陈词，一到朝堂之上，一直冷着脸一言不发。原来这慧节敏锐都是装出来的。只怕这太子心情大好，是因为这赵良帝要解了禁足令吧？哎，老夫始终对太子在西井单吃一事存疑。若非太子自己本事，那他背后必有高人呢。可这高人是谁，搞不清楚，让老夫内心难安啊。高相放心，下官如今在东宫也算是说得上话的人，自然会设法查清此事。
见过太子妃。裴将军，马车已经备好，末将要带您去个地方。太子妃，请。太子妃，请。太子妃，太子自西境回京后，便着人修了这处祠堂。太子说，铁达尔一世英豪，该当礼葬。来看你了，小凤不哭，阿凤在。
去看看，解开心结，或许病就好了。对了，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让你带他去的。是李承义让你带我来的？不是，是我私自想带您过来的。裴将军，历朝与丹赤之间的争端延续了几十年，开不开战，并非太子所能左右。有国家，就有战争，战争就意味着流血和伤亡。无论是历朝的将士，还是丹赤的将士，皆是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。历朝也有无数的将士战死沙场，至今连尸骨都未找到。他们的父母、妻儿同样的痛不欲生。还请太子妃能设身处地，解开心结，不要太过怨恨太子。我知道两国交战并非一人能够左右，但战死的是我阿翁，带兵攻打丹赤的是我夫君。裴将军，你要我如何解开这心结？解开了又能如何？我阿翁就能活过来吗？我不怪他，又能怪谁？我不恨他，又能恨谁？真是命运弄人，为何我偏偏成了他的太子妃？太子到！瑟瑟，臣妾恭迎太子殿下。瑟瑟，委屈你了。只要还能再见到太子殿下，瑟瑟不觉得委屈。禁足这半月，我日日自责，但现在看见你面容未见憔悴，我也就安心了。瑟瑟知道，我若音容憔悴的来见殿下，殿下只会更自责，更担心。想到殿下也日日思念着瑟瑟，瑟瑟很是开心。
太子妃的字啊，是越写越好看了。闲下来的时间多了，自然就写得好了。哎，莹儿，你听说了吗？昨日沁鸾殿裁解了禁足的懿旨，太子殿下便急急的去找赵良帝了。哎，他们那边是被禁了足，太子不得进；我们这边没有被禁足，可是感觉跟禁了足也没有什么两样啊。你看太子妃，这都病了有1个月了吧？太子殿下除了当日来，发了一通脾气之后，至今为止都没有再来过。你小声一点，太子妃不受太子的待见，你是头一日才知道吗？大惊小怪。这些不知深浅的丫头，看我不扯烂他们的嘴！永娘，算了，由着他们去吧。太子妃，本来太子喜欢的人也不是我，我是强加给他的。他不愿意，我还不愿意。可是太子妃明明是在意太子的，不然也不会伤心这么许久啊。我之前伤心，是因为回不去西周，又嫁给了自己不愿意嫁的人。但是现在我已经想通了，既然回不去，我就要踏踏实实、开开心心的留在上京，不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。太子妃，永娘，我这样想，心里就会好受很多了，不好吗？你开心便好。也不知道我这么久没出宫，明月姑娘和米罗有没有想我？想，特别想。就知道少不了你。我就知道你今天会出宫。走吧。米罗，哎，你今天啊，得给我做一个见证。要我给你做什么见证啊？姑姐，我之前呢，跟你有些疏远，是因为我丢掉了很多记忆，要重新认识你。但是这些日子，你给我送吃的，给我看病，照顾我，关心我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所以我想，你想什么？我想跟你结为异姓兄妹。从此以后，小峰会拿你当亲哥哥一样，行吗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以身相许呢，生怕落得一个勾引有夫之妇的罪名。你看你啊，小峰，几日没见你，竟然嫁人了？哎，快跟我说说，是哪家的公子，英不英俊？别乱插话，我们聊正事儿。言归正传啊，兄妹嘛，自然是高攀不上。而且，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，多多少少
都有一些不寻常的暧昧，容易让人误会。你又开始不正经了。所以我们不如以师徒相称。啊，你让我拜你为师？拜我为师，好处可多了。那你说来听听。你若拜我为师，我就是这个世上除了你父母之外最亲近的人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如果你背叛了全世界，我就会为了你与全世界为敌。你说真的？好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我有师傅啦！我现在有师傅了，阿娘。我现在我有一个师傅了，我师傅。我以前不认识他，我刚认识，阿娘也应该不认识。他应该叫你阿娘，不是，他不叫你阿娘，他是我师傅，他应该叫你。你们三个呀，一个醉话连篇，一个只知道在这里傻笑，一个呢，又一直在这里发呆。可是我看你们三个在一起，竟然觉得既舒服又和谐，真是太奇怪了。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太久，太久。有多久？前世、今生，2辈子。看来你也喝醉了。